喺中山終於食到一碗似樣嘅台灣牛肉麵啦！大家好，今日嚟到西區嘅龍平社區，一個你諗唔到會有台灣菜食嘅地方，而且口味仲要好地道添。店家係台灣人，喺度開設日用品工廠已經有一段時間，而呢間台灣菜係近半年先開嘅啫。數碼點餐價錢其實都唔算平嘅喎，不過選擇都幾多，喺中山其他台灣菜館唔常見。點咗份38嘅牛肉麵，咦賣相似樣喎，湯頭好濃，好有牛肉香味。味道鹹鮮順口，牛展肉係半厚切，唔算好大塊，燉得軟糯但唔會碎爛。哇，牛肉好入味啊！如果真係要對呢碗麵挑毛病嘅話，我會覺得個麵條煮得腍咗少少，可以再 Q 彈一啲嘅。跟住試下呢個台灣小食大腸包小腸，佢係糯米腸包住台式烤腸，裏面有啲蒜蓉、芫茜同酸菜，既軟糯又有烤腸嘅脆口，都幾好食。食完兩樣嘢雖然都飽飽地，但係都要攝埋呢個滷肉飯。一上菜真係好香，佢哋嘅滷肉係炒過嘅，有蔥香、蒜香同紅葱頭嘅香味。雖然唔係好大碗，但係12蚊絕對值得一試。呢度暫時係我中山食過最接近台灣風味嘅地方，推薦俾大家試下。唔係美食星本推薦，多謝關注，下次見。